现假钱。进前，中华出现一群少年人到夜市啊，到分两担，趁店家上无用的时阵，摕1000块的假钱买物件，找真的钱。警方清查了后，有8间的店家来受害，而且收到的假钱偏好拢同款。警方是出动着霹雳小组，抓到这团假钱的集团，装着9个人。除了带头顶3个人是成年人之外，其他6个拢也是也未成年的半大人囡仔，上少岁才16岁。要安怎来断这个钱的真假呢？专家讲无困难哦，看看咧、摸摸咧、冰冰等等咧，加看几秒钟，就会当看出真假。总比前交转的霹雳小组，趁嫌犯无注意时，冲过给抓起来。警察伫咧因的身躯顶抄着1000外块的假钱，才拍伫咧假钱顶的号码，全部拢是 HR 数码数268XT， 而且中央银行字边啊，搁等7套名钞票4支。嫌犯趁头家咧无用，无时间验钱，就惊买物件或者是耍游戏，互店头家假钱来找真钱。是在网络上以每张新台币5元的代价来购得玩具钞票，那利用同时多人消费及找钱，使摊商无法及时来验钞的手法，来不法获利约新台币9万元。9个嫌犯内底，除了姓罗的主嫌顶3个大人，其他6个人拢是未成年，上少年的刚有16岁，应用临海战术来骗彰化地区，拢总有8个店家受害。过年伫要到，市面上假钱开始伫咧摊，用蛤蟆教民众来分辨真假。钞券右下角以15度角检视，会浮现隐藏数字。随着角度不同，有深浅2种变化。用看一个，就当看到真钱浮水印含稳装置；用摸的，就当摸到流扑起来温度；当细一个，就当看出真钱油墨的变色，搁有随光影变坏薄仔膜。这批假钱在这摸起来粗丝，一瞬一瞬薄仔膜无光影的效果，所以民众加用几秒钟影一个，就当来分辨真假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